老大老的是你们两个不在书房里的书又出来闹什么名堂？呀，老对子，今朝我个老婆娘去人家当不服个我，哎呀，回来都在我领着伊。对不家，俺出来人家当我有数个。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还不允我为书房去。哦，二奶奶为父，开他们你我，开他们你我。牛英啊，你据说真的就来了童话，功劳不小啊！牛英啊，侬能给娘老爷高兴，就是我个好媳妇啊！公公婆婆，唐英是我表弟，我告诉他这是太师爷之命，他管不完吗？唐英唐伯父乃是江南大才子，不可当得于他。你自己看过了吗？我表弟商量封掉，但是长辈还没有看，我怎敢先看你？好，来，见我请示。
心。太师之命恩非小，区区一娃官此牢，无奈唐英难够判，生平标题将我拿。老对子啊，海奶奶，这个丈夫妇太狂妄了，竟敢欺负到太师头上来了。嘿，唐伯父，你入侵不慎，太清高，终有一天叫你快才来取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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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了，师父请了。师祖是有事还是进香？有事者这样报帖，进香者不在心中。小生两者都是，与两者都不是。此乃是虚中有人，这恰是虚也。哈哈哈哈哈！模棱两可，寡人一个。师祖啊，实在对不起，今日华太夫人到虎丘山进香，庙堂一人需暂恰为礼。怎么有这等事嘞？那我倒要看看华太夫人之后许人也。华太夫人到。
是在做梦吗？哎呀！真的一若一想，万切凄凉，万切凄凉也，万切凄凉也。请瓦太夫人到方丈舍用茶。许仙，侬帮我画金吧。一笑更比一笑妙，我一问的问出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笑两笑别在下，常不负
个佛一切为好。老呀，俺去烧下八菩萨，保佑爹娘归我爷年，归我爷年。嘿，这是我懂的。阿母娘相信我，不得像菩萨，母鸡，你的人哦，两个不孝之子，千夫不讲。唉，读书去吧，非要来跟你啥子老爷生气。哦。这两个闺蜜心巧，欢喜去向，谁也不许碰。丁老太师门口与人结帮，此人品相伺候，相貌堂堂，书生当扮。传是老太师谕令结帮人进来。一路跟在到东庭，结帮进了华府门，快去拜见老太师崔夫人。拜见老太师太夫人。罢了，起来为话。谢太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康轩。你是何方人士？今年几岁了？姑苏人士，虚度20余三。你可知书识字？2字1耳。快来有希望了。那么我出一句长言，你得下列伺候，请太师出题。实去心思，四国之民是谁计？小人放肆了。大木上山，上风上月上秋香。哎呀呀呀，妙啊！大木是一个杯子，上面一个上，不就是一个桑字吗？现在正是金秋时节，上秋香，人好千地呀！快来吃饭成功了。读书之人为何来此卖身为奴？太夫人用笔。家务十官在城人，康水之王呀平庸，在此好君不长久，风清待病一明秀，此生不若君今日，除去三空天人，这身漂泊到东庭，寂寞无情愿囊心，闻得华府恩得光，来此特为考量真是命苦啊！是啊，我好命苦。太夫人，哈哈，举方成功了。太夫人，此事有点蹊跷。正觉得这位书生要选一个做工的地方，哪
去，为什么偏偏要到我们华府来？也是有理呀。康轩，我看你不是做下人的了，趁你闻名则良，了不无米之炊。太子啊！康轩人穷志不穷，既来此人我不仁，我官员华府女马贼，恳求太子将我来。有点志气。好吧，我是爱才之臣，康轩，你留下来使用一段时间。多谢太子，求叫你华恩吧。多谢太子思念。老对子啊，新来的当差都需二娘子的面试，二娘子这一关还是要过的。如果通过了，求到蜀王为2个公子配妥。是，瓦兵，带娃儿去见二娘子吧。是，娃儿带我去见二奶奶。哎，瓦兵哥，这二奶奶是俺娃是个官家，面试这个要是通不过，侬就乖乖再等吧。二奶奶，她是不是华太师二公子的娘子啊？怎么顾名思义，二奶奶嘛，当然就是。她是不是姓蒙啊？对呀，你去呱呱叫。刘云熙，太师爷新买来个书童，是好给大惊小怪，也是好笑嘛。在夫婿庙里夫见了一面，这个书呆子却蹦到了无锡。莫非他也是个花痴？定是你又在招风失敌了，与我从实招来。哎呀，这叫我从何失去呀？在夫去，我背负大大母娘，才是一家，才是一家把我找。他为我买身皮裤筒，岂不是曾经不要？哎呀，晓得我心里比比跳。我没有猜错吧？出生的平常子
当太师府的人，在外面闹出风流韵事，该当何态？人家真心和你商量，你尊敬一点好不好？好妹妹，你不要着急，姐姐我会帮你的。冰儿奶奶，俺不娃娃前来面试。是曹操，曹操当要看看这个怪人。喂，来呀！谁呀？举在这里，自己进去。那对太子回当初，不该句话与情路。今日里呀路相逢结表弟，他去客，情义放过我心儿痛，我太发愿，约好是生路天上结业路。华安，哟，你不当面迎礼，莫非亲自与我？这云儿奶奶，你太为你，我有点怕。我又不是吃老虎，你怕什么？你就是吃老虎，难道你见不得人吗？此人行为鬼胎，官差不必面试，把他治了。你再不让我看清楚，我就叫你立即撤府。抬起头来。跪下来！跪于何方？拜见儿嘞！你做的好事，我早知道你会骂这句话的。他是家中老实，捉弄他，怎么个捉弄法？在地上爬。爬过去，爬，报应啊，是报应。这爬的味道不错吧？都是教训，却想。你可知道我为你在这里忍气吞声？二奶奶，差不多嘞，记好就收吧。你也有记着，这叫做是做是非。起来吧。你是一个无赖童，激起我心中在发火。
今日你寻教来这做人事啊有数，好东顿书生你不走，你去满身为何故？天上花度为一人，我情愿作奸还受苦。二奶奶呀，我跪也跪过了，爬也爬过了，你去认认姊妹吧。警告你，不要与色结敌，才华夫讨着闹车，风雷雨子，谁怪我不听下去？还不快滚！都是儿女！大爷好事，大爷要与你说忠告。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。大爷，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到沙房去。采访？这么肮脏的地方，我不去。那么我们到厨房。厨房有些太重，子娘即刻要来，不去。这总不见得要到马房了。区区兄弟，想。那么改到明天吧。明晚3更到后花园门改地相会，可好？明天才子啦。我要也开心。太不是要起床啊！你还不快走？这么刚定啊！明晚3更，一点鸡叫为好。
一点即将会好，你快走吧。秋香，是叫侬去进香，我是亲人，不想什么事来牙气香，终配与你一世纠将。海爷，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。哎，这么到因为莫忘早生，要得平地。这么到希望这里上。我看，还是明晚三个。明晚下子。大花哟，没带你，没带你，天夫人也还我了，你快你给我们取下。明朝夜里，侬要来个以14为好。以14为好，我会来的。妈，秋香啊，侬可不能说吃头放我个子啊！哎呀，不会的啦！耶！爱你爱到梦里头，追你追到天尽头，梦里头天尽头。先生，太神！秋香姐，与你一个。娃娃，来此何事？奉太师之命到死亡人上，那就给好好办到。秋香姐，你怎么变了一副面孔啊？谁叫你顶上到这里来的？哎呀，还不是你那三小把我的心啊！我是笑你爱得多，蛮好玩的，没别的意思呀。哎呀，秋香姐，你听我说呀，不要说了。娃儿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华府是个有规矩的地方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款待我啊？我的意思，我们一个地方好好的谈谈。什么地方？财房、茅房、此房、某房。堂堂君子，岂能在这种地方要为？我的意思是，好吧，那就另外三个。到后花哟，没带的，没带的，不见不散。哦。明晚三更，没带的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去相差，不见不散的人生。于是杜鹃把声把，莲儿烧，心儿跳，奔赴随心好聚笑，时光呀，哎呀你快乐，女儿啊你，哎呀你快吧，太太明晚为督教，三朝相守，三朝相守，谢月郎，谢月郎，
听了。请教贵姓？小人华安便是。哦，我晓得个，侬是怕来盘那个苏东，真是。你快去！侬这样子打我大爷，不来找我大爷结果哩。请问大爷，你我可是初次见面？闲死你呀！俺们见过。既然初次见面，那也在见里也不迟啊。耶，这张嘴巴刀还没我这讲话了嘛？大爷在上，晚安去见面啊！耶，希望来了一个客人，二爷来了，快去拜见，去见二爷。为你啊，几为你？老儿啊，侬往里做啥啦？哎呀，这侬就不懂了吧？这叫接礼万礼，人兄一问，只有啊，对。他是说苏东华安，哈，逼着。干嘛想当兵也好嘛？哎，王王，侬为就下个几天呀？有的为主，有的不为主。怎么能下个几天不为主？端茶送水不为，扫地开会不为，铺上垫被嘛也不为。干嘛侬为了做啥事体啦？10年长继续文章。哼，我看侬这张面孔只要吃了配香，面孔漂亮，专门吃了退香。哎呀，特别要当心吃香。对，当心吃香。我们俩要好好保护吃香。对，保不好吃香两位我来是吃香，不是吃香呢。晚安哥哥，丞相姐姐好。喂，侬来做啥事体啦？太师爷叫我送来今朝的功课。啥个功课？喏，话文话不，每人下账风是一首。老儿啊，啥个叫账风是啦？账风是嘛，就是这个。那个是讲不是啊？等于8文。长风是嘛，是描写风的形态，但在诗句诗里不可出现一个风字。哎呦，要逼出您心来着！不是个。喂，辰光可好宽松的？太师爷说，明天晚上没淡定，必须交卷。跟那个呗。晚安哥哥，我去了。丞相姐姐最好。我去了。嘿。
跟不跟那个呗？根本做不成。那个嘞，这个啦。哎呀，女神，你帮帮忙！老大位，老二位，老三位，继续文章，帮帮忙！嘿，不行，我明儿三个我要听了，哎，我帮帮忙，我要紧的，是。哎呀，这个老三，明儿三更我要进西天，目标胜利，不管。能帮我？对，要我代表好吧？不过明晚三更有什么要紧事情啊？这，过来，去想什么好告诉我的领导？不告诉我，那我就不帮你写。来，告诉我，来。好吧，我帮你写。老三，这假使我找风之下下得不好，明朝老爷点子高到永久叫为耽误我3个辰光一桩好事体，侬多帮忙啊！也是明晚三更要我做到代表。不是做到代表啦，而是拔刀相助。有什么要紧事情？说出来听听啊！这个嘛，不告诉侬，不告诉我，那我就不帮你写。哎呦，来，妇儿过来。好吧，你们二人暂且出去，等我仔细地想来。不能让俺下讲风趣，何必自家动脑子？老三一回别，他家老对子，不能让俺下讲风趣，何必自家动脑子？好险呐！去向他压了老大压老二与家长赢，老三更岂不是外家路山大的风景？十步几拐快情迎，心有余激气难平。常因本是见外生，他把我与两个傻子相比人。去想啊，你近在身边心上远，为我捉弄我当赢。老大老二来见。让风事写好了。老子
汉太武郎太太，老太太，武盘红尘上九霄，上九霄。桂花碧阳远退主，求一把铜才是手。这是啥？写的是无锡风啊，长风是确的，他有进步。加不加夸奖？我可没有领过的钱呀，老对子。长江万里气不逃，卷起千家我怎么？境外救急当恐怖，金山之力他领摇。啊呀！这一水气魄大，果然更好。老对子，此事可教也。谢天谢地。不讲小子，老大伟，其中这两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小面孔了。不过小得不漂亮，比可还难看。no， 鱼别回来啦！奇怪了，哎呦，要这可对嘞！两个儿子生来鱼疼，怎么今日特欲忙去？不假，这种事已经看过了，我们还是吃老酒，叫小文吧。对，请不掉本我个毛子老师的故事。毛子老师的故事。看这2岁时的世界说不尽了，而且他是同一个城的随便，分明是请别人太戏。天地两个俺不与我同时上来，画笔才拿家过来。不用打，冤冤讲，我先生，是娃娃在说，是娃娃，谢谢。传话安。结果老太师晚安，你退出功课，哄骗老夫，事后逃离，只因2位公子人美可传，怕他们受责，故而得病。是你无辜起来，都是老太师。2个不孝之子已经起罪了几位教书先生，瓦安，从今以后你就做他们的先生吧。都是老太子提拔，瓦文瓦武玩不过来兼顾先生，兼顾老大，结果杀老夫子。好吧，早点回房学习吧，宋老太师。不呀，最好。宋老太师2根针，我有点要紧事体，要洗澡啊？请，
我还有点要紧是女家位。停！好戏就要开场喽！玉屏躺在床，弄完出来鲜花纹缕，嗓音得定。阿弥陀佛过了啦！大家听着，今天起关闭中门，禁止男女往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对。太夫人息怒，万事去上，办话吧。阿母娘，我来猜侬当心上头啊！阿母娘，我来护侬当心谁个啊？
亲悠悠，亲悠悠，走得亲悠悠。去香，花儿，你怎么没到亭上来？我正为中了你的圈套，错了。你把我也当成花痴，错了。不是花痴，但愿是痴。哎，秋香，你听我这样，万事不是花痴，放手！我这出来会吓你一跳的。再不放手，我要挑人啊！我是唐伯虎啊！唐伯虎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唐伯虎啊！花儿，你真不知羞耻！你不相信我吗？老实点，否则告你冒充名声骗取女子。哎呀呀呀！这是从我说起的呀！哦 ，no，这是我的花痴，花痴。营长啊，营长，他真是有眼不识金香哟。
去此他天涯，想家人辛苦结婚配病丧。他说他待我不亲你，为我三乡情灭他。他说他对我无情意，为我前方来牵挂。我内心等待一天天，朦胧间终结他牵引摇晃。我左也求仙，右也求仙，后也求仙，左也求仙，上也求香，你也求香，梦也求香，心也求香，求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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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皆不差你求香，我就闷回避，望你用藏。去
地山下是为中央教子陈才郎，曾经出进太师面，他即心他被我敲在场，于是朝着七步在，哎呀七步在，哭泣话是身长，是身长。秋香啊，秋香，你怎就不相信我？哇，安姑姑，哦，原来是丞相姐姐来此候日。呀，一定要一事，谁允许我来吗？哦，欢迎欢迎。王姑姑，你怎么啦？好像身体不好。女宝小样不必介意。啊，丞相姐，莫非老夫人有话要说？啊，我爱姑姑老夫人叫我登啊门来，这一来送上公子的是爹哪儿呢？在我也比见姑姑面啊才让你王姑姑命我很好，我很好啊。哇，安姑姑。真漂亮！哎，这娃生得好生面容啊！心里如样，丞相姐不要宽恕了。祖门金币，不娘痛苦，相思许下，你难过。两位公子来啦，我正好来送你们这个月的纸币银子。来得早，不是来得巧啊。哎，奶奶姑姑是谁来了桌上？哎，没有啊。倒出来，倒出来，能帮我倒，倒出来。这上面挖的蛮像一个人哦。好，是丞相。哼，哇呀呀呀！你此话取消，居心不良。你别想就是良家姑娘，我去告诉俺老母，我去告诉俺老娘，走。王姑姑，你不要气嘴了，你身体不好，哎，保重要紧。哎呀，你快，你儿子都冒出汗了，我去当谁来帮你擦一擦？哎，不必了，哎，不必了。哎呀，这真是有心
负心插柳，留人因我。晚安，你可知财？不知财嘛好调，俺早就讲过在，可是边上个吃要退香，哼！吃香是我老娘结婚是个我的，是侬可以这边话是吗？晚安，你要遵从华府将规，太夫人来迟，与我将起上，不许讲罪。听见吗？太夫人到。娘最好。哇哦，你好大的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娃儿娃的子女娃呀，分明娃的是曲香。哼，我不上自己的儿子碰秋香，岂用你来赚便宜？太夫人，娃儿属于为娃爱好，娃的像秋香，人人女说，并无不归，望太夫人相差。阿母娘，既然能娃去香，这就是全要去香嘛。阿母娘，这说明娃儿的确是个话。是。老母娘弄个点啦。太夫人，娃儿冤枉啊！娃儿连去香的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过啊！你个话去香就是居心不良，太夫人。当初将你来提亲，娃妇当成不可以，此风传传不可丧其用在生情。娃妇本是清净的，
现在开始，听我指挥了啊！列起来，跪了起来。秋香，话得像你需要罚跪，这可都是你害我的呀！立起来，跪了起来。秋香，我孩儿跪了。立起来，跪了起来。秋香，我三跪了。好了，华安还不向太夫人请罪。太夫人，伯伯，我看华安陈错态度，为何？算了，起来吧，谢太夫人。王叔叔，哎，我今年问我，我今年，喂，你那该是做啥？醉！伯伯，我看这个华安话都还不错，可以让他将功补过，叫他还一副鬼菩萨像。阿弥陀佛，月英啊，这件事说到我心里去了。阿弥陀佛，华安，明日还一副观音像，以便老夫人这一功夫。谁在这里？我。冰儿奶奶，苗为发香，只要心地虔诚，需要太夫人的一位心腹之人来代替太夫人布置木门。哪有是这的？规矩有吧？不可的话，按太年轻，应该爬过牢考的。我还是去下为我的老吧。还有，苗发香的地方需要安静，一人为必。去乡里下过日为必。观音必须写进诗一声，我又不是写你喽。你就念不点。那。我乃西方他子，为人了洽万幸，秋月一
相逢必生最喜。带我去观音啦！话好了，秋香，你来看。
君三笑，哎呀君三笑。我为你一路跟踪进华府，我为你一生下去人为奴，我为你争风切磋早起灵，我为你在高墙背小人恩度，我为你走把把的鬼错把，我为你来选择举不到群香，相思苦，相思苦。听他一番情表，于此离间，可见他我生死家境却是心，总以为凤凰不会，凤凰不会把我养归君一片。
喏，都在表姐月老之恩啊！你呀，刘英熙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还怕你在太夫人那里连我一起来掉你。刘英熙，你去商量我吧。好了好了，表弟，你往这观音里。哦，喏。老爷一见真的大话，必定爱不释手，要与你这个送上门来的才子交朋友，那时候你们就可以。恐怕太夫人那里不会同意吧？是啊，我们要想个办法。去了，这第一步，这第二步嘛，你这个鬼精灵，一肚子的鬼点子，这几名表示长老都得表示，都谢牛英熙。那他没想，我是二奶奶，都得二对子啊，刚才去相声话二就是当个夫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老太太，你看这观音像是遇不到我自己。到我？阿弥陀佛！
那么唐伯虎伯伯王安才是我表弟唐英啊！哎呀，我被搞糊涂了。老太太，王安就是唐伯虎，唐伯虎就是王安。哎呦，老头子啊，这江南才子怎么会百事同情啊服众啦？刚才有英已与我讲过，唐英是为秋香而来，秋香只有将秋香许配给他，成了亲戚，才能留住唐英。老太太，你知道我早就想与唐伯虎结一个忘年交啊！难道为了侬，我就要神通割爱了吗？咦，我说一府里所有的丫鬟都喜欢他，却任凭我表弟在众丫鬟当中挑选一个，事后这倒是个办法。去向老实本分，众丫头激励我了，说不定还轮不到去向哦。当然不一定是去向了，不过万一点中了去向，老太太，你可要神通割爱哦！不是暴雨，不是暴雨，千万不要点去向，千万不要点去向。不过要让唐伯虎自己点，你是从中作刚，我可不客气。哦，好，鸟英啊，我们先去准备准备啊！弄懂老头子来懂这样的啥？老洋上唐伯虎选一个丫头成群，被挑选丫头里面包个去向吧？当然包过去想。我好来了，天将他在，地将言在，刮风贼将我心棺材，五湖来在。
绝子呀我，巧不见秋香没在家，五人一早将菜地，千云渺茫心思乱，哎呀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还是这么秋香，这真是儿还没有来呀！堂兄，替我叫进，你可你还替他他。今天是来不成了，还是我要去，我要去！哈哈，来了，来了。
原以为这么多丫头总有一个中选，谁知一眼睛特别尖，点来点去还是瞄准曲香。婆婆，曲香名花有知，二位公子虽派定了，婆婆你要为兄弟小家的吃香啊！老太太，这同伯父的说话是侬个命根子。太夫人，我为得秋香好的。婆婆，婆婆，太夫人，太夫人，太太，好吧，今朝我神通割爱，承接你们啦。太夫人，叫曲香出逃。太夫人一令，秋